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大家伫当有感受，大家有发现无？你好手机啊、送名啊，肯定是非常嘅方便。所以因为讲你不论系凑公差、凑客人，来讲适碰嘅时间，大家你知手机那年是紧看手机、紧看手机、紧送名，当种系一种冇法度表下去嘅感觉。不过大家有发现无？可能会有上瘾嘅安樣嘅感覺哦，安樣是做唔得咯吼。今日繞牆度專家咧度節目地圖啦，大家咧分享，大家咧分享佢係馬莎咧，佢係來自衛生福利部嘅苗栗依然嘅臨床心理師何春吉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苗栗醫院嘅心理師何春吉。分享，其实何春吉临床心理师，临床心理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名字，错冇？是错哈。啊，心理师其實唔係客家人，唔過因為啲苗栗，古說啲苗栗是即邊談到客家話，錯冇？錯，一絲絲嘅，一絲絲嘅。古說其實這裡談嘅是一絲絲嘅，唔過唔會講，唔過係種很有意思誒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其實你去到客家莊嘅時節，你就會覺得哇，原來客家莊係安樣嘅。對不對？好，有安用嘅客家飯啊、客家菜啊，對不對？是。那你喜歡吃客家菜嗎？泡菜、福菜泡。其實講實在話，鳳門心理是會有一些競爭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感覺上他好像可以透視我，可以看穿我一些問題安用嘅感覺。不過基本你同大家來分享，其實是上網這件事情，對不對？你應該也常上網吼，這個。心理師現在幾乎人手一機了，對，上網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。對，而且我也會有空的時候坐着，就好像手機沒有拿出來滑一下那些資訊，好像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對，不過同大家來講的事情，就是說這有可能會上癮哦，對不對？上癮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哦。是。故說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嘅係鑼鼓言語，唔知好轉修。唔知好轉修，要跟鑼鼓言語講的意思就會講，其實就是你如果說哈，你做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節制的話，你可能就會有一個不好的結果，或是不好的狀態，影響到你的生活。例如說，像喺基本你同大家來分享嘅送名，就可能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癮頭，就會就得用亞基鑼鼓言語來講。哎呀，你每天上網，真的是太好轉修，對，俺妹黑 T 拜好多啊，黑共有情朋友，有以前也沒有知道這一句話，今天就是學到一句新的，我覺得這句好有意思。好，你按個槓桿嘛，好用。是。如果給他點苗栗醫院嘅時間，黑共有不同的患者或者是來門診的，你就做那個按用做不夠沒有節制就唔知好轉修，黑按用吼。其實很多成癮的行為都是不曉得節制的。那他想要節制，他自己也節制不下。所以像酒癮患者，對，或賭博的毒癮患者，或者是上網，我們都沒有節制的不斷的在用。雖然知道好像超過了有問題的，但是還是停不下來。對，我們就會說，哎，是不是已經着魔了，成癮了的這個狀況？對，所以基本同大家講，黑公你不是只是講說你不要一直玩手機啦，你不要一直賭博，你不要一直喝酒。其實你看，你要去觀察，黑門他是已經有上癮了，如果有癮頭了，就要找專家來解決。因為他自己控制不了，他沒有辦法讓自己停下來。對，是。所以現在上網有我們說成癮的人很多，會不會5人就有1人？之前有一些不同的調查，它有不同的數據，甚至以前也許不是那麼普遍的時候，大概只有1成多。對，到現在很普及的人手一機的，我們從3G 到4G，現在要進入5G 的第5代的 generation 的這種網絡，大家越來越方便，所以它成癮的人口會越來越高了。對，所以但是其實全世界哪一個疾病成癮性這麼高？思覺失調障礙症也不過是1%、1/1000就很多了。對。可是網絡成癮這個問題，它其實還是在一個研究當中的一個診斷。它有一個網絡遊戲成癮的診斷，但是其他網絡成癮其實還沒有那麼確定。可是似乎大家也可以預見，似乎大家上網已經敵後轉修，懂顧了。錯，不知道節制了，對不對？事實上，是不是像我們常常有時候看新聞的時候，也還講，
看这些报纸报道的时候，会看到蛮多因为网络成瘾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结果的个案。是，虽然有一些人会常常过度的使用这些，那很多人其实没什么产生什么问题，比如说还是能够正常的念书啊、工作啦，跟家人和睦相处。但是有的人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，像心理师之前有一个大学生，他念了7年没办法毕业，对，那非常好的学校，那他也知道问题很大，所以他到第7年的时候，终于决定来这个学生辅导中心接受辅导。那他其实成瘾的历史很长，从国中开始往天堂就沉迷了。那妈妈是老师，但是也管不了他，甚至后来找警察来。可是各位都知道嘛，这样的介入的结果就是弄得母子关系更不好，更不好。所以他念大学之后几乎都不回家。可是他也知道说，他只要回宿舍，就沉浸在网络的世界里面，很多功课都是交代不过去的。那一延再延，他不能毕业。可是你也知道，他觉得好像也对不起妈妈，因为虽然之前的敌对决裂，但是毕竟还是妈妈。而且他沉浸网络世界那么久之后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那人没有人际需求嘛？他跟我讲说，我才不喜欢妈妈，我才不要回家。其实心理学上常常有一种叫反向作用。我不喜欢交朋友，其实他需要朋友。他用一些东西来保护他自己，以为他自己不需要。对。那后来来做諮商，大概1年之后，他有一次就在治疗室大哭。其实压抑很久，是因为很多成瘾的东西他想改变也不见得改变得过来，那造成了学业跟家人的关系问题也很久。那他慢慢能够领悟到一些状况，承认一些错误，然后做行为改变，后来真的能顺利毕业，找到很好的工作。是。所以他有糖豆就会用安永给个案，他就是因为已经网络成瘾了，所以他可能课业没有办法顾到，然后因为这样子，他其实人际关系也影响了，跟妈妈的关系也不好。可是现在有改善，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成瘾的问题，其实是可以找专家一起来协助，一起来解决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举个例子来说，他走进諮商室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出来他有一些问题。因为他的人很高，大概180几公分，可是却很瘦。明显营养上可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他玩到废寝忘食，在他身上就可以看得到。都不用吃东西，玩到不用吃东西了。最低度的这个能量，能够维持身体机能的最低度的运转就可以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听到很多人在网咖暴毙啊，就是他可能忘记吃，或者说只能是低度的进食一些东西，维持着生命的运作。是。对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，其实你要怎么样知道，其实网络成瘾会带来的问题？这里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特征。比如我们这边可以清掉走点空豆，就会影响生活作息，这个很清楚嘛，我们可以用想象。不过它还有很多像是什么强迫性、耐受性，出现戒断症状。这个字面上看起来很难理解的感觉。那其实强迫性就是你想要，这个强迫性不是强迫症，就是说你会逼着自己一直要去想它，逼着自己要去用它，所以我们叫做着魔了。对。那你没有抽过烟的人，你不会想要抽烟。对，你没有赌博过的人，你不会想要赌博。对，所以它会让一个人用过的人思思念念，脑中一直想着他，我一直想去用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想要用。对，那他就会驱使自己。那我们问很多人说，你有没有网络成瘾？他说没有啊，我没有手机也没关系呀，看起来好像没问题。可是当他看到别人在玩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想玩？他会想玩，因为他那个心魔，那个魔还在，是成瘾的感觉还在，所以他看到人家玩，他会想要也玩。了解。那你把它没收了之后，他是不是好好的？对。如果没收之后，他就会开始在那边出现戒断症状。对。戒断症状就是平时用很多、用很大，突然停止了，突然把它拿走了，他会很不舒服，焦虑，或者是这个愤怒，没事做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对。所以我们有一个。刚才我来录节目以前，在超商做，隔壁就有年轻人，应该是隔壁学校，他们那边聊天，那其中有一个就讲到说，在学校看到同学，
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学校有养鸡场，你要进来教室上课，要先把手机收起来。哦。结果他就是带2只手机去，然后1只给老师收起来。但是实际上那1只是好的，他就上课就偷玩，那老师把他没收了。他没收之后，他居然跑去撞墙，所以2只都没有了，就1只是交到。重点是他去撞墙，他就老师手机还我，就是你突然让他不玩，他会很不开心。那甚至我们常去吃饭的时候看到这个很多小朋友，对，就看手机，是。很多父母安抚小孩的方法，就让小朋友看手机，对，玩 iPad， 对你只要把它一收起来，他就哭，他就闹。那我们就会只要他不哭不闹，我们又还给他。对，这个叫做戒断症状，是就没有玩的时候会很痛苦。对，那另外叫耐受性，耐受性就是越玩越多，越玩越久，花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其实科技产品的东西很奇妙，它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大家绑架住，是让你越用越多，是你不用不行。对不对？玩游戏也是啊，你用分数累积，对不对？好像有时候很疗愈啊。其实这个题目很大，我们可以讨论的课案太多了哈。不過先簡單到大家講到聊片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陣會講。今天到放移走在绕墙斗林冲信力4来到聊频道台高的分享，大家都觉得哇，上网是一件好像很普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好好严肃的面对，你是不是有上网成瘾？我讲实在话，我觉得有时候工作很累，回到家可能有很多朋友被吃到光，你就手机拿来游戏玩一玩，一玩3小时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要停下来，一抬头已经11点12点，还没有什么梳洗准备休息，结果时间就浪费了。不一定说你要去做什么严肃的事情，可是有时候你一没有注意，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上网成瘾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节目大家有讲到，比如我们说到强迫性啊出现戒断症状，对不对？耐受性就是像比如说你可能1个礼拜只玩1次，后来变成早上玩、下午玩、天天玩，无时无刻都在玩，就是你的玩的频率越来越高，玩的量越来越大。我们叫做耐受性。因为以前玩5分钟就很开心了，以前玩1个小时就很棒了，现在你没有玩1整天似乎不行。如果又放个连假这个我知道。以上网玩游戏来说，因为上网又动到录音嘛，不过以上网玩游戏来说，以前没有手机的年代，玩的是那种就是。比如说像任天堂那种游戏，可能就是哈九 U 哈也在面对电视玩一下。可是因为现在手机是随时你都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好聪明哦，谢谢。以前我们玩游戏你买一个游戏回家就一个价钱，对，就搞定了。现在网络游戏那个角色要钱，伺服器要钱，然后每一次的升等又要钱，无止境，而且越玩越大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网络成瘾的特征。可以台高维熊公，那台高维熊公，那我有吗？你有吗？所以这个是医师，这个我们今天没有一题一题分享。我觉得那网络成瘾其实有一个自评量表，所以台高上网，好，我叫大家上网，没有要成瘾哦。台高上网去搜寻的时候，其实有这样的量表，它有很多的题目，你可以自己勾一下分数。好，那这边讲的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超过80分，你就是危险级；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级，比如20到49分，我就是你是喜分，所以我是正常。就刚心理师说，怎么可能？有可能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虽然5人就有1人可能上网成瘾，可是我也可能是正常。但是来了分享一下分数好够第12题，我觉得少了网路，我的人生就是黑白的嘛。我写3分，就常常我觉得没有网络不行啦，查资料太麻烦了。有时候网络是方便使用，如果是你用它，当然是不会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是被它驱使着、被它绑着、被它驾驭着不得不的时候，
我们才会认为有问题。对，所以网络成瘾它其实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，就是过度的使用是造成生活的问题。例如这边有一题是，我会因为上网，那你走谁时间表现失常来讲，你图书感应变得影响成绩。这个如果过度就会嘛，对不对？有比如讲，你要用瞎刀，比如讲，你会上网的时候，你会很兴奋跟很期待，远远胜过于跟其他的人际互动嘛。是，对啊，有可能嘛？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不要去爬山，我不要去，因为我在家里上网，对不对？就过度都不行。所以按勇改量表，其实大家就得做做看，对不对？甚至最近有那个研究调查，我们玩游戏的那个脑子啊，头脑跟那个吸毒的那个当时的状态、兴奋的状态是有点类似，真的，就是一种满足、开心、刺激、追求的感觉。这里有一题，我会因为没有上网，性侵喉，然后扁头动，很容易生气，而且心神不宁。有人会，就像刚才老师讲的，出现戒断症状，手机帮你没收之后，你就跑去撞墙壁，对不对？刚刚老师心理师分享的，绝对不鼓励这种自我伤害的行为。对，所以天然爱对我来讲的是形成的损害。所以像刚刚心理师有共斗，就是心理的、情绪的、人际的，这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是你那边的 case 门诊一定也很多这样的个案。心理的伤害其实还蛮复杂的，因为有的是因，有的是果。到底是我是有这个问题才去成瘾网络，还是网络成瘾让我变这个样子？倒是有几个是因为网络成瘾会变得比较以为自我实现了，因为你在角色里面好像成功了，但是好像在弥补你现实世界的一种缺损，所以那种自我实现的感觉是一种比较虚无的，可是他却觉得很实在，这个就是在心理上的损害。那甚至会觉得有的人是过度依赖在这个网络上面结交很多朋友，对，他好像有很多人关心他，是来弥补他在现实生活中朋友很少的问题。那甚至有的网络成瘾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会去呛声比如说留言，各位知道吗？如果网络游戏你在伺服器里面要去骂别人，要骂的都能够让大家听得到，是要买广播器的。这个广播器呢，刷得快呢，钱花得多呢，骂得爽呢，其实就是变成一种另外的一种语言攻击的坏习惯的养成。对。所以其实你看有太多可以分享。我们如果等一下有点时间，我们可以请心理师多分享几个案例。因为台大的讲宋苗你成瘾了，到底是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，对，还是可以观察一下你起盖哪一种该累心，所以自己要慢慢的去观察，甚至做调整。例如说台大夹的可能都该累心，提一种网络之性成瘾，这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猜一下，民众或一般大数据里面，对，第一名的上网大概就是 FB 这些社交网站，脸书。对，你们知道第二名是谁吗？应该就是性成瘾，你都这样问了，是不是？各位观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谁提起点？以前是男人的低潮，现在是不用，现在是有网络很方便，没有人再下载回来的，没有低潮了，都是。那里面也有。你讲低潮一下，大家还很多人不知道什么低潮。以前可能要有低潮，或者是去什么特殊的管道，或是有没有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如果你还大概有手机送秒，而且现在都吃到饱，对，就会有这样的性成瘾。而且这种性成瘾除了是有一种图片的啦，或者是一种影像的，都很多啦。那还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人口群，所以其实就变成因为网络是一个，有的人会沉浸在这个关系交换里面。不过这边也跟大家卫教一下，像如果礼拜五晚上要去开心，现在艾滋病有事前药，大家要去感染科看一下。OK， 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对不对？还有关系成瘾。关系成瘾就是像以前从这个 MSN、Yahoo Message 到后来的这个Line 啊。FB 脸书 ，FB 啦，这个 Twitter， 大家都希望能够被人家看到，被人家关心到。其实脸书非常聪明，因为各位知道脸书以前我们只能按什么？赞。对，你任何发表被按赞这我今天很伤心。赞。不过他虽然后面有发表其他的脸部表情，但是当你以前做任何事情都被按赞、被 like 的时候，你会成瘾的。我们喜欢被称赞的感觉，因为你喜欢被关注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。
虽然现在我们讲说台湾像很多人的内心像孤岛，你跟隔壁呢住同一层的，搞不好都只是表面的认识，那实际上搞不好网友都还更认识你，对，更愿意把自己分享给不太认识的一些人，我们叫做匿名性。那另外一种关系有的比较复杂，像以前他会创造自己另外一个身份，去跟别人互动，对，就不是真正的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能会沉迷于这样的互动，对，那有的会利用这个东西来诈骗，比如说他是美国什么将军退休啦，对，之前有这样的新闻。可是各位要知道，我们很多女性同胞，她需要有一些亲密关系的时候，她在一般管道寻求不着的时候，这样一个帅哥，这样一个有钱的人来按门铃的时候，你的心门难道真的不会开吗？那你说他被骗了，其实很多人被骗之后才知道真的被骗。是，对，你看这就是刚刚心理师讲的网络之关系成瘾可能造成的结果跟问题。上次还有一个国中生不是从哪边被关在一个密室里面，是，他也是寻求这种网友啦或是什么，对。那这边还有公投提上点网络之强迫行为。强迫行为有很多种。对，刚刚心理师讲过，就是说你好像被驱使的要去做这些事情。那很多人说网络不能讲网络成瘾，是网络承载的内容让人家成瘾。对，比如说赌博，网络赌博。我们有一些个案，因为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。对，那甚至有国中生他去同学给他一个电脑版，也不是电脑版，就给他一个程式去下载，然后去下这个球赛。那可是有人盗用他的账号，输了很多钱。那黑道就来讨债。对，他爸就很生气啦，骂他、责打他，可是他就被冤枉。可是没有人相信啊。一直到这个放这个赌博板子的人被抓到之后，大家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以前是误会你，根本不是你做的。对。所以这个网络赌博其实还蛮多的。对，还有游戏也会驱使买东西。对，我们很多会被驱使的去做很多事情，强迫的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说像网络的赌条、安勇改死情感稳踢水，因为它太容易了。对，以前赌博好像要去一个专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还要走进去。对，现在好像在家里自己的房间，手机那一轮又动安用赌条的行为，可能输了很多钱，因为它又变得更接近你了，更容易了，所以是不是又安勇感问题？哈，其实当然还有提示点讲到资讯超载安勇感问题，都在很麻烦。你先聊下，等下张总来讲。上团节目讲到，我们说上网成瘾，我们要讲我们不是说不能上网，对，现在上网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，而且它有很多的帮助。大家讲的黑马改的黑讲，你总在穷斗就太多了，贴斗然后你变成一个瘾头之后，你影响了生活作息，这样就不可以。我们今天是跟大家分享，还有就是你如果不小心真的有瘾头了怎么办？其实我们可以找专家帮忙，比如像开平心理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听不到台高的分享安用来资讯，我觉得也是提醒自己，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。好，提醒两公都很蛮改的网络资讯的超载，就是会一直在网络上搜寻讯息就我可是你搜寻之后，你一直扩散出去，是没有收敛一直沉浸在那边，影响到目的的达成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要讲网络成瘾这个例子，然后就一直找资料，你已经可能找到这个生物学、生化学的东西，可能研究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然后你的资讯就会太多了，我们会 overloading， 会占据你太多时间，而影响到你原本目的想要去达成的这些事情。我要讲一个蛮可怕的，就是说现在网络以资讯来说，因为你找资讯很方便。所以你就会担心说，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？所以你随时都在查。资讯焦虑症，我要去挂号，我有资讯焦虑症。这种人适合多念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追根究底嘛。是实事求是。是，你懂俺意思讲，台大警讯不安用，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资讯焦虑症，我自己啦会担心，还想想，放轻松一点。
有的东西不知道反而更自在。你要自己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时间，你稍微放轻松，不用放松，可能还可以调整。我觉得我还倒可以调整的哈。我今天等一下录完影之后，我就不上网了啊，没有，我可能会有戒断症状。你都讲到俩片俩死黑讲，你讲累心，可是我们常常讲，其实这是一个循环。没按键，难讲爱没送苗，我可能等一下有戒断症状，我开始焦虑了。那到底是要让自己焦虑好，还是干脆要有资讯强迫症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走这样讲吗？心理师？走对。一般人哈，其实我们有正常的生活，生命是非常多样而丰富的。对。那你接触网络世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现实当中生活的一些困难呢，会把你往那边推。对。比如说你在学校没有得到成就感。夫妻关系冷淡啊，你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哦，所以你就刚好接触到网络这些东西，比如说游戏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游戏，那你就开始去玩它。那玩游戏过程当中，一开始升等快不快？好像蛮快。对，角色丰不丰富，色彩啦、声音啊，就会让你沉浸在这种感官的愉悦当中，刺激中。本来是好玩啊，对，想说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所以。这个就会增强你继续去玩的这个心态，就想要玩。我现在舍不得睡觉，我赶快明天起来，我要接着过关。这个其实人家都设计好了，你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之后，才能够送你什么东西啊？你看落入了那个圈套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会认为说，这个不用钱啊，而且是完成任务就能送的。但是它完成的任务的复杂度会不会越来越高？会。越来越高，你投入的时间要不要越来越多？要。好，那如果你不花时间，只好花什么？钱。钱啊，不是，只好花钱。钱就有的人就讲，哇，这个游戏都是钱多就可以等级很前面。对。那各位要知道，当我花那么多时间经营一个角色，我花那么多钱经营一个角色，你叫我跟他不要再来往，舍不得。舍不得。对，我已经酝酿接触了，我已经。做了这么久，对不对？放不下。对，有的人还会念分身，为了分身，你不懂分身，没关系，就是我为了一个角色的需求，我创造其他朋友送他东西，才能够达到任务的要求。哦，有的人甚至分身练得比本尊还强。我现在会遇到的问题就是，裴公，你老不喊英语出去吃饭，或是跟朋友去吃饭，他都在你面前上网，我就觉得也就算，他在你前面玩游戏。可是各位，我刚讲过，因为他说如果那时候不玩，好像会怎样怎样的。对他，因为他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完成，他任务会重来的，或重新取消的。哦，是，对，你千万不要成为他阻碍的人。糟糕，因为他会把你当成你是他的挫折来源。就好像我们有的小朋友玩游戏围城，在攻城，都快攻到的时候，妈妈一气之下把那个插头拔掉，完蛋了。对，你会变成他的目标被你阻碍了，你就会变成他挫折来源，对，他就会把你当成敌人，然后当下的那个气氛就会非常的不好，对不对？是，你看我们有多少可以讲，感觉像心理师可以讲1000个个案，到台高的副英雄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啦，就是你看到增强上网行为，现实生活的推力，然后接触网络系，然后网络系都经验的吸力，然后又一直。你就会是像刚游戏就是一个例子嘛，你先想说啊玩一下啊，结果变得安妞，好越来越想的高，然后慢慢的就影响到我们前面讲的，可能开始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，影响你的生活，因为你有可能开始没有睡饱嘛，对，你有可能开始没睡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刚才那个妈妈一抢来之后，现场的气氛不好，结果跟妈妈的互动可能又有点紧张，有很多会有伤害性的冲突，环环相扣，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强调，其实因为今天像医师是来自于就是卫福部的苗栗医院嘛，对，其实那个地方也是可以让大家去寻求资源的。当然，我们卫福部网站有专门网络成瘾的网站，供大家做参考。是，它会提供一些医疗院所、临床心理师的单位。那有一些这个卫教的单张，大家可以到上面去查询。可以的，为什么要母性上？所以先赶快跟大家讲是可以这么做的。但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，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改善网络成瘾的这个叫做小技巧。小技巧，好，就是我相信要做到不容易，因为成瘾了嘛。对，成瘾之后要来做是不容易。对，但是你成瘾了不得不做。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快要成瘾的人，或是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成瘾的人，我们可以先这样做，对吗？对，就变成我们要节制的使用。是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设定上网的时间。
有时候我们想说啊，看一下就好，哇，我查一下资料就好，比如说，老公，我下去看公司明天要有什么新的讯息，我看一下，就一看2点还没上来。我要讲一个，就是现在大家有时候进去上厕所都还要舍不得要把手机带进去，一边上厕所一边滑手机，上厕所上太久。有这个问题，已经上完了，但舍不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要设定上网时间，要上网，不能超过。跟孩子也可以谈，对，就是说我们一次玩多久，对，这个是一个契约，一个规范，对。那第二个就是上网优先顺序，这个优先顺序就是说，你如果把上网一直都排第一，最后会导致什么？人家约你出去，你也不出去。要看书你也不看书，朋友找你打球你不打球，因为我电动要先过关。对，你把上网变成你的第一优先顺序。那我们是鼓励民众先把其他事情做完，重要事情做完。你真的没有很无聊了，现在有一点时间了，你这样走对嘞？送苗是打造无网的环境，这好难哦。无网的环境就是可能进学校是不能玩手机，就某些场合是不能够上网的。了解。像可能客厅可以有 WiFi。但是进到房间里面，可能就不要再有 WiFi 了，因为你有的话就会再拿来使用。对。那再来就是，当然是要控制自己上网的手段。这个也是类似的，就是你要控制。上面那堆都是一些上网的手段啦，对不对？适当的断舍离。断舍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能要，我刚才讲的，你养那么多分身，那是不是要把很多分身砍掉，好好练一个就好？你练一个已经这么累了，对，还练那么多，对，那你的赖群组这么多，有关没关的一大堆，你是要把一些群组删掉，对，所以断舍离的意思就是说，把多余的、不要的，认真考虑，先把它断一部分。那如果一下全断，当然我会变成你的挫折来源，所以你自己想办法。核心理师会变成他所有患者的挫折来源，对，所以他要自己决定要先断了。当你断一个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没那么难，可能一下玩那么多游戏，有的游戏先删掉，就不要再玩。我知道断舍离了，黑公台大本用手机去搞游戏，你如果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，先赶快把那些 APP 全部都删除，可以吗？好狠，好狠！那最后一点我来讲，就是说，其实你要建立其他的习惯，其他不管是我们说健康习惯，不过这当然很多啦，对不对？跟家人互动也是一种习惯，好，所以俩海不台也是要谁改提详，谁改技巧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完，但我们试着去做哈。所以跟我们一起去东方一走的绕墙的和心理师、临床心理师，是他说有分为咨商跟临床哦，这是临床心理师。来到两边到台的副英雄，希望有机会家来常常来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谢谢。走等哈，是莫尼好，连下天天哈都会做空闲嘅事情，大家都做认同了。